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的新市政中心伫日前为7位挑选出3位优先设置的地点，分别是善化、南科、甲新市。代理市长李梦燕伫议会表示，因为必须进行第一个勘查、经费的评估等等，并且尊重后一届市长的施政权。所以，新市政中心的地点将会由后一任的市长来宣布。台南市政府推动新市政中心，日前为7个地点进一步选出善化、南科甲新市3个所在。不过有部分市民质疑该案，较有可能随着前市长落清到北上以后，到这为止，也就是产生其他变数。对此，议员林庆定也借着总质询的机会，来要求代理市长说明对新市政中心的未来规划。伫去年伊宣布了后。伊嘛搁来同时来讲出今年的11月，也就是后个月，伊要来将3个呢，搁来评比剩一个，迄个对外来宣布。那即件代志呢，即摆换你做代理啦，伊就走去啦。本小伫遮问你，即件事情就搁继续推动，伫你的任内，是毋是要来宣布？我即摆是拍算第一个跟议员报告的说，让你继续进行，会持续的进行，然后这3个方案里面。哪一个是优选的方案哈？或者说我们会到时候3个方案会做出相关的方案比较，好，那做决定的部分，我们是希望是在由新的市长接任的时候，我们来跟他报告，好，新的市长来可以来做一个宣布，跟未来新市长的任期的一个持续推动，好，当然要征得马上新的市长有认同。接受安尼。另外，伫南科附近，因为欠缺室内的运动场地，造成民众伫落雨天运动的不便，所以议员林庆定建议利用建商关乎市府的一地4600平土地，部分用来规划做室内的运动场所。对此，代理市长李梦燕表示，会再请教育局进行评估。台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专案，市府委托厂商兴建366号的照顾主体，其中大约有60外号的拆迁户。虽然配合征收，但是却无购买意愿，所以针对剩落来厝，市府表示将会标收，或者是用青年主体等公益性使用来评估处理。台南市政府为了照顾受铁路地下化影响的拆迁户，委托建设公司兴建照顾主体，以一平10.5万的优惠，以及加利息贷款提供给拆迁户。离到大约有60外户无申请登记。对此，议员詹顺良质询市长，针对无被卖出去的主体，未来要做什么用途？符合申请资格，敢是285户。即马差不多285户，即马去申请要登记的有221户，还阁有64户无申请。这64户是规咱市政府还阁送互财团啦。你讲未来啦，哦，这当然是归咱市政府啊。你要安处理？咱市政府咱会过来我想这个要告一段落哈。咱市政府看是咱要来标售。好，也是要来做社会住宅，这拢会使个，也是拢来做青年住宅，这个都可以再继续讨论。当然是一定是做公益。另外，顶一摆的梅季风台造成台南市多处淹水，议员詹顺良质疑市府，既然争取到全国上济的治水经费，但为何逐摆拄到风台也是淹水？要求市府伫治水方面爱好好检讨，更加用心。我希望讲这一处，的前瞻基础建设，爱抗日治水，甲台南市务必要做到，互台南市民会当安居乐业。唔通一个落雨，即摆每一冬就对啊，上少拢有2个风台啦。雨水若较大，车高好啊，来遐种水。恁安尼，恁号称水利专家，恁家拢袂歹势吗？一个都市，咱无法度讲一定保证袂淹水，但是
就迄个地理的这个标准内底，那降雨伫这个地理标准内底，咱是会使较保啦。咱全台南若要做甲这个水利署规划这个迄个地理标准，需要650亿。啊，这几年大家真努力，已经争取到201亿完成，啊，有39亿还搁咧施工中，啊，所以伊个地理来讲，若照迄个地理的计划，咱是差不多完成1/3的这个规模啦。啊，当然。过去咱有一寡用应急的工程，互伊先袂去议题，袂去迄个泛滥啊。但是整个要做到完整，确实是还有大概将近400亿的这个经费，还要再持续的来努力。议员陈顺良要求市府争取将治水列入增减计划项目当中，成为台南市施政的第一重点。对此，代理市长李梦燕当场指示水利局向中央来提报计划，争取经费。但新闻嘉山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起庙造成林德区上伦理活动中心必须爱拆除，但是市府一直拢无起新的活动中心，所以里面向行政院争取到第86桥卡的土地使用权来进行集会，不过拢无任何设施会当使用。议员杜素英接到总志顺来为里面请命，希望得到市府的协助。林德区原上伦理活动中心伫拆除以后，成为庙宇用地。上伦理董事会会长只可以每个月3000的租金，另外租下一个小空间作为里面活动场地。但因为空间不足，所以伫地方争取之下，行政院伫1805年5月同意将第86桥卡的土地免费提供里面使用，现在已经成为上伦里面的集会场所。对此，议员杜素英争取伫桥卡设置会柜，也则是更较完善的设施，互里面休闲活动使用。所以我今仔日伫遮拜托咱的理事长，把我这件代志看要安怎处理。我们过程中是土地无法度去处理，上介严重的，结果这拢是阮家己去种的哦，阮家己去种的，吼。为咱的生活，甘木单迄个公路叫分布，一直种，一直种，一直看，一直看，他都同意了，甲真嘛。陈局长中间，逐摆我若拜托这件代志，伊拢讲啊，这也莫讲啦，我会处理，我会处理。这句我会处理，中间你咧笑，吼，你咧笑，你会处理，到底你处理啊，甲真嘛是甚物程度？完全无嘛！哦，咱两个拢做清楚知影这个问题，因为两位好啦，相差要做啊唔做啦，要做啊唔做，安尼就好啊，我不要听理由的啦。我还是重申啦，吼，我希望讲，因为唔是讲无活动中心会当使用，其实是这个所在是有活动中心，两个相差较800公尺尔。迄个有空间。当然，我爱讲啦。咱看是副市长也是秘书长吼，来做一个现场的勘查啊、了解啊，做一个决定安尼啦。吼，你讲是不是用买会柜，还是其他的方式，互因有一个屈伸的这个地方啦？哈。好。另外，议员以相片指出，规定凯旋路、连着胜利路等真济交通要道，路面无平，破损严重，要求列入路平专案当中。而教务局也答应，明年将优先甲这个路段纳入考虑。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伫县市合并进前，地方的争取定案的大港文化中心，伫2档外前开工以后，目前工程的进度已经超前2%。下晡，代理市长李梦燕嘛专讲到工地视察，交代工作单位一定要顾好品质，强调进度是一时的，品质是100年、久久长长的。大港文化中心的工程对104年12月开工到达，目前包括剧场、中心、学习中心等建筑结构拢大概完成。接咧是做是触电工程，预计明年2月要做景观。对此下晡，代理市长李梦燕嘛特别前来工地，拄来先听出文化局甲执行团队的简报，嘛一一巡视工地状况。会中文化局表示，工程进度已经完成51%，超前2%。对此市长相当满意，表示伫下设上界困难部分已经摆脱土质上软的困难，
期待明年以办喜事的心情顺利开营。这大家期待这久，我们希望它开幕的时候是大家高高兴兴，大家而且一开幕就接下来的使用，就非常的顺畅，可以带来咱安南区加大家乡亲一个，咱若要听这个欣赏表演，要有这个阅览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讨论这个相关的社团的会议等等都可以利用这个文化中心，可以让它有一个多功能，大家唔免若要看表演，要听节目演唱会等等，也不用大老远到东区的那个文化中心，伫咱家就近，而且看起来这个设备跟这个规模还有比东区那个还要好，还要值得期待。市长表示，因为台港文化中心的占地、规模甲设备，未来拢会比市立文化中心也好，所以嘛要求建筑单位一定要高品质，强调进度是一时，品质是百年，久久长长。而且到时完工，嘛要请赖院长前来剪彩。台新闻军局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取得中央补助，伫北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原住民文化健康站，要来提升原住民长者的生活品质，并且照顾因的健康。伫咧欢乐的歌唱当中，原住民朋友带领代理市长以及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委、甲一个议员以及在场贵宾做伙跳舞，共同欢庆这个全国第一个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的成立。利用这个站会当照顾伫咧城市当中原住民长者的健康，同时延续原住民的文化。现场也由牧师甲原住民朋友分别用2种无同款的仪式来祈福，并正式揭牌，启用这个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台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请揭牌，我们掌声。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民委会这边原民会这边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补助让我们成为成为全国第一个在都会区有一个这样的健康照护站健康这个让我们的原住民的长者可以在这边能够跟大家有互动，有受到照顾，而且我看比嘉义顶就站非常好，这个天天可以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动，一起手这个肢体也可以来运动。我想在这里一定会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快乐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期待。我嘛要来遮大。伫咧节目仪式过后，济贵宾实际来到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参观内底设施，并关心目前原住民朋友的使用状况，也佫有欠缺什么物件。也希望未来会当扩大服务的能量，帮助较侪原住民的长者记录下因的文化故事，并照顾因的身体健康。台南新闻王豪采访报道。台南市一项高中优质化工作已经有了真好的成果。市府教育局27甲28号特别伫台南二中举办为期1天半的成果展览会。要来呈现台南市23间高中优质化了后丰富的成果。
每一个学校的单位拢展示着无同款高中优质化的执行成果，有的结合科学实验，有的介绍新型的空拍机，也有学校用静态方式去布展，拢吸引侪学生前来观看。一寡拢是台南市配合中央教育部所推动的高中优质化方案，经过了10档时间的打拼，每一间学校的硬体设施、课程变化以及更侪丰富的进步呈现。从这个特色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际的交流，这个内涵也更充实了哈。那我想在这边呢，代表局长肯定也感谢我们高中的部分在学校积极推动这个高中优质化的努力，才有这样子成果的这个展现。那展望未来2代的这个高优，我想会跟国中或者是跟以高中为核心，那跟国中跟大学端会做更好的连结。高中优质化成果博览会为期1天半，伫咧10月27号到28号这2天，要呈现侪课程特色，也欢迎民众会当前往台南二中的礼堂来观赏这寡丰富的成果。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陈氏宗亲会结合大寮悬梁亭，10月29号礼拜日将伫台南公园举办观会活动，现场提供42寸电视等等大奖，互观会民众摸彩，希望发挥正面力量，鼓励大家观会做爱心。议员陈金正特别陪同台南市陈氏宗亲会做会开记者会，特别呼吁大家踊跃出来观会。宗亲会理事长陈秀丽表示，当时开张圣王圣驾选择来到台南，就是要鼓励宗亲会发挥圣王护国安民的精神。这个观会活动，号召更加侪姓陈的朋友邻做归宗，做伙加入宗亲会来奉献给社会。要落实伫咱的这个社会来做一寡公益就对了把咱陈氏宗亲会的名声甲发扬光大，也希望我们那个陈氏宗亲会的子弟能够踊跃参与啦多这个机会多开着信的支持我们13号到那个漳浦在那个漳州那边多开张信的指点来请一尊金尊倒来就对了要来保庇咱陈氏宗亲会所有的宗长会当大家当平安大吉大利啦我们陈氏宗亲会陈理事长呢过去在第8专区做主席的时候他是我们台南市的全国纪录了1万杯啦，捐血1万袋啦他在鼓励市民的一个捐血相当的踊跃所以成绩也相当的好了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当今天特别来议会，要召开记者会那呼吁我们市民朋友能够来踊跃参加这个捐血的一个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为了鼓励更加侪人观会，现场嘛借出42寸电视、卡车等丰富的奖品来摸彩，同时也有义诊、义诊等单位，希望大家做伙发挥爱心观会。台南新闻管局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大台南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市府经济发展局日前特别推出企业营运能力的辅导计划，协助企业培训人才。上午第1期计划完成，也正式举办成果发表会。现场秀出包括钢铁、包装、餐饮等25间中小企业，因参与市府企业营业化计划以后，呈现营业网页设计、行销等训练课程的成果。当然，重点也是要协助因有机会争取国际订单。上午主办单位经济发展局除了呈现第1期的成果，嘛邀请所有兴趣的公司参与因第2期的计划，做伙拼经济。请挥旗。这象征着我们大台南地区的企业在台南市政府大力推广与支持下，都能迈向
国际舞台，更朝国际化迈进。针对我们企业的英语力的提升方面，我们做了这个案子的推动。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跟国际方面的行销是网页这个部分能见度会最高。所以我们是希望说，针对我们台南市的中小企业的部分，希望能够增加他们国际的这个能见度。所以我们对于他们企业的一些网页那做了一个这个优化，那也对他们的这个 DM 文宣也做了一个优化的调整。那另外，因为我们的网页还有一些 DM 的优化之后，那国际的一些买家可能会看到，然后会打电话过来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它可能会有一些接单的问题，或者是产品的说明这些方面。那这方面我们今年又办理一些就是企业人员的这个英语的训练大概就是逐步的提升企业的这个他们的英语的能力啦，希望能够提升他们国际的订单。过去中小企业一直受限的人力资源，所以无法度用英语进行网络行销。所以现在政府带头辅导，也欢迎有兴趣的公司直接向市府申请补助计划。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8度，白凉雨，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加总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10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全，咱再会。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你的前天 ，take the feel now。